大家平安，新年恭喜！真久毋捌看吼，2个月啊，一日都过去吼。今仔日真欢喜来，啊，搁咱要做伙食便当，啊，搁要做伙寿星餐啊。我伫想讲哦，这真有意思呢。咱今仔日吼，确定啊，咱逐个要落楼，大家做伙食饭围炉。咱的即个家庭要围炉。啊，要围炉以前，咱礼拜中间要甲上帝、甲耶稣围炉，做伙食，真有意思吼！真感谢上帝有即个机会。啊，咱来三甲祈祷。特别上帝伫即个新年头、旧年尾，阮后倒转去看过去的一年，阮伫你面前只有感谢。虽讲有真侪无注意的代志，总是你保守阮拢总平安。阮伫你面前感谢你。阮搁较感谢你，予阮有机会当伫，还搁伫即个所在，用阮老母的口口三甲敬拜上帝。主有真侪人出外还袂转来，有人身躯欠安，主阮伫你的面前笑脸面，求你的医治，你的保守甲因三甲伫地。阮要对今仔日的圣经来看，阮家己对你所领受的，阮恳求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帮助阮。听超过人的语言所会当表达的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读这站圣经吼，你若有参加查经的人，咱真早以前咱捌一摆讲下架吼，我有讲真侪关于这个代志。不过这章吼，老实讲是阿伯拉罕的家庭吼，叫做回照剧了 ，soap opera， 真正是 soap opera。咱知影阿伯拉罕上帝甲伊讲要互伊一个囝，要互伊有子孙，啊连一个囝都无，啊伊75岁，上帝甲伊讲伊有子孙，总是伊到这个代志的时，伊已经差不多85岁啊，10年久啊，啊因两个伫遐等拢无囡仔，撒拉。甲阿伯来讲哦，上帝哦，10年啊啦吼，啊无咱家己来，咱家己来啦吼，所以吼啊，我都有一个女婢吼，下嫁啊埃及人，你甲做伙啊上帝看伊手术我一个囝咧，结果阿伯来盼照安尼做，我想毋免真甲古正，伊原来照安尼做啦，我想啦吼，啊。因两个啊有新了，圣经讲下嫁有新了后吼，对伊的女主人就是去撒拉，看轻撒拉。老实讲，圣经是安尼写吼，我毋是讲圣经无影，总是吼，你若看撒拉甲阿伯拉罕这对夫妇吼，老实讲，我相信，迄一间厝的内底有即落代志发生吼。一定袂平安的啦！你有，咱今仔日读的吼，伫第5节，撒拉真艰苦，撒拉真毋愿。啊，伊甲阿伯拉罕安怎讲呢？伊讲我所受的委屈，拢是你害的。伊建议的呢？这代志伊建议的。啊！伊甲阿伯拉罕讲，我所受的委屈拢是你害。啊！阿伯拉罕吼，老实讲吼嘛，真无骨啦。伊安怎甲撒拉讲啊？伊讲啊，伊是你的拄婢啊！啊，你要安怎？你安尼款待，你看你要安怎？你看要安怎办出就办啦！你毋免问我啦。伊嘛是撒甲开哦。你甲看这对夫妇哦，我那啊撒拉。阿伯拉罕甲讲安尼了后，圣经讲伊开始苦毒下嫁挡袂牢走。啊，新年头旧年尾，恁一定想讲牧师，你今仔日是要讲啥？搁落去吼，搁落去。下嫁你逃走了后，伊走去伫一个水井边啊，伊知影伫迄个所在沙漠的所在。水是足要紧的物件，
所以伊要走去对，伊毋知要去对，伊是一个奴才，奴隶啊，对主人的厝逃走出来，伊无底去，伊敢若知影我上要紧是水，所以伊去水边伫遐等。过去毋知无，伊嘛是毋知，伊伫遐等。上帝使者对伊出现，上帝使者甲伊问讲：哈甲，你对倒来？你要去倒？因为新年头旧年尾吼，大家拢会问即个问题，敢毋是？过去的一年，我倒转去看过去的一年。即马徛伫这新年头啊，咱过去什么款？过去的代志咧，这是新年的 message， 敢毋是？这是新年的 message。但这个代志，咱直接看上帝使者问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也是咱伫新年头旧年尾常常在问的问题，但。咱要三角来看这两个问题。但要看这两个问题以前，我要请问咱大家上帝问夏甲讲：你对倒来？你要对倒去？你想上帝敢有需要问这个问题？伊敢毋知？夏甲来，咱尾后看圣经，上帝知影夏甲拄着的代志，伊拢知。伊问伊讲：你对倒来的？是上帝毋知是无？我想毋是啦。知是安怎搁在问？这是真趣味的代志。我伫想吼，问即个问题的人哦，互人问即个问题的人吼，咱会用迄个机会吼去想，上帝知影，总是上帝要问。问是要为着咱看过去的代志，过去一年的代志。英语有两字吼，有两字真。咱普通人讲想，咱看过去的代志拢想尔。英语有另外一字叫做 contemplate。contemplate 吼是真正深深落去想。我当上帝问讲你对倒位来？你毋是来讲想我就是安尼尔。你会想我是安怎到今仔日？真正深深去想，你要去倒位？有时咱嘛无伫想这个代志，咱会去想，互咱停落来想 contemplate。contemplate 吼，常常会引起 transformation。你会改变你的生活的方法。我细汉的时候，若过年，阮阿嬷拢讲当过去后，你即马加一岁吼，你即马着爱较乖咧，安怎？就叫我讲你过顶旧年你安怎，你即马着毋通安怎？叫我改变。contemplate 会互人改变。这上帝问这个问题，毋是无意思，毋是伊毋知啦，是为着咱，互咱会去想代志。咱头先对倒位来，下甲无问题，伊马上应，因讲我对阮头家娘也逃走出来，我互苦毒。伊伫遐，伊无问题，伊马上知影讲伊为了伊对倒位来。因为你回想过去一年看过吼。咱一定有真侪通感谢的所在啦，对人、对上帝有真侪通感谢的所在，总是嘛有真侪互咱无甲啦爽快的代志发生，敢毋是？身体啦，加一岁加老一岁呢。到这个年岁你若去互医生看医生若找无啥物原因，拢甲你讲你年老啊，你年岁真老啊。有影啦，我拄几落摆啊。我着脑瘤的时，目睭看到一个乌，医生拢甲我讲你目睭用80年就是安尼啊。因为咱的身躯年老，身躯会影响咱的精神，精神嘛是真要紧呢。伫过去这年，
发生什么代志，互你心肝艰苦的。检查你去互医生看，医生甲你发现到你以前毋知影你有诶毛病，迄嘛是真艰苦。哦，有啦，精神啊，人年老这项代志，啊，大家拢讲啊，迄这是一个你若快乐吼，你若安尼亲较 positive， 你会较好过日子，这拢有影。毋过身躯甲精神拢总有互相影响，敢是？哦，你要安怎面对？啊，是讲伫过去一年，你甲家庭诶内底人有无好势诶所在，甲你诶朋友有无好势诶所在，你要安怎处理？这个代志，咱学倒转去看，你对倒来，过去诶代志你安怎看？真趣味哦！我有读到一篇文章内底吼，伫教人讲，着爱安怎看过去诶代志。搁两字英语吼，第二个 glance 是吼安尼，凊彩看一个瞄一个安尼 glance， 啊 gaze 是安尼注神看。迄个文章讲吼，当你咧看过去诶代志吼，都要用 glance， 毋通用 gaze， 特别是甲人中间诶代志。就爱用 glance， 毋通用 gaze 啦。你用 gaze 吼，你会愈想你家己愈歹命。glance 是过去诶代志会影响咱今仔日，一定诶。过去诶代志你无可能袂记得，总是你要用什么态度去看。你若要真注神看，哦，迄是愈看愈严重诶。啊，你若会晓 glance 诶是放互过去。圣经一直教示咱，都爱用 glance， 毋通用 gaze。保罗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13节讲一句真出名的话，伊讲哦，兄弟姊妹，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，我只有专心一项，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，拍拼追求头前的事。保罗坐伫罗马的监狱内底写腓立比书，伊若要 gaze 吼，伊一定真歹过日啊！伊伫遐伊真济通 complain， 为什么我会走来遮？为什么上帝互我伫罗马坐监？总是伊讲我袂记得后壁的事，头前。显然伊是讲我用 glance。我来坐监，总是我无要计较这代志，我头前咧行，这是真好诶态度。伫圣经内底，佫一个真出名诶故事，就是约瑟，旧约迄个约瑟。你会记得约瑟，伊互伊诶兄弟甲卖去埃及，互人冤枉，互人关监。伊若要计吼，伊真济通算账呢。第创世纪48章，伊的兄弟甲伊的老爸母啊，拢来埃及挖靠伊。当伊的老爸过身了，因遐兄弟啊惊到要死。即马老爸过身哦，约瑟若要甲咱算账，咱要安怎？约瑟甲伊的兄弟啊讲一个足出名一句足有听心的话，伊甲因讲：恁毋免惊，恁的意思是歹。总是上帝意思是好的，伊真正是伫 glance， 过去的代志无法度改变，算账嘛是安尼那定，伊放互过。因为这毋是干那咱对人，上帝对咱嘛是安尼，敢是？对咱所做的毋对，伊拢赦免。上帝知影夏甲所拄着的。真悲惨有影，总是上帝对伊的过去要甲伊创造一个新的局面，所以伊阁问你要去倒位？夏甲袂晓应，你甲看
上帝使者问伊问的两个问题，伊敢应一个尔呢？另外一个伊毋是无爱应，伊袂晓应。伊走出来啊，当要去对，巴肚底一个囡仔，行动阁不便，伊要去对，伊敢若伫水边遐坐，伊嘛毋知影要安怎。因为事实讲，咱嘛袂晓应即个问题呢。上帝来问讲，你过去要去对，我毋知。咱毋知，毋过吼，咱的人生，咱足爱知呢，咱足爱知，敢毋是？阮细汉的时，定定听人讲一句话，讲要知嘛安怎？要知就好了了啊，就是毋知才真惨。要知要安怎知？去看命啦，去算命啦，去跋杯啦，无就是去看什么星象啦，什么有诶无诶啦，若这也无法度诶时家己想啦，家己想啦。我伫破病诶时我开刀了伫病院有2日48点钟久，我困袂去拢总困袂去。我毋捌困袂去，我直直毋知我是安怎困袂去，看断就困袂去。我脑瘤开刀困袂去，我甲连做伙即摆若直直困袂去会死啊！一定诶啊！我愈想愈惊呢，真正想甲要惊死。到上尾也无法度，我问一个护士讲，我是安怎拢困袂去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。伊甲我讲，因无甲你讲我讲安怎？伊讲你开脑医生有一款药啊，互你食，防止脑会静起来的药啊，食迄会困袂去啊。所以你困袂去是正常诶代志。敢若安尼呢？因为我想到即个内容，我想，咱伫烦恼诶代志，咱家己算诶代志我甲你讲，大部分拢毋对，你敢知？大部分拢毋对。我所伫烦恼诶代志，差不多毋捌发生伫我诶身上，发生伫我诶身上，拢总是我毋捌想诶代志。真正是安尼。我毋是讲叫你毋免计划啦。我感觉咱伫遮有一个物件叫做信靠啦。咱真爱知影将来的代志，我若知影安尼就好。总是实在讲，无一定咱拢爱知影将来的代志咧。我常常用一个，我毋知要伫遮讲安捌。你若看到一个怀孕的太太，你baby 当时会出世，伊会晓甲你讲差不多几月会出世，咱算会出来 baby 当时会出世，咱毋知影咱当时会死呢。你敢有影爱知？我毋知影你会安怎啦。我若知影我当时会死我大概迄以前我就死啊，烦恼嘛烦恼死，敢袂啊？毋知影头前的代志，上帝真疼人呢。你无爱知啦，你无爱知啦。有一句话英语讲I don't know what tomorrow holds.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. 伊讲我毋知影明仔载会发生什么代志，总是我知影什么人控制明仔载。上帝啦，上帝啦，这也是我所要讲的我今仔日的题目第3项，仰望，仰望。天使甲夏甲问讲你要去倒位，夏甲毋知，毋过天使知影，甲伊讲，第9节，上主的使者对伊讲。你着倒转去你的女主人遐，顺服伊。伊拄对遐走出来呢。上帝甲讲，你转去，
你敢无感觉？这上帝太安尼？下家听着嘛，一定讲哎，我伫遐咧用苦动呢，我走出来。毋过上帝的使者甲下家讲，你转去，上帝要甲你伫地。啊，上帝毋若安尼，上帝要照顾你。第10节甲11节，第10节甲11节，上主的使者佫对伊讲。我要互你的后代济甲算袂了，你会记得上帝互亚伯拉罕应允这同款呢？上帝伊已经用苦毒，伊走投无路，总是天使甲讲：你倒转去遐，上帝要赏赐你，甲你的主人。亚伯拉罕相反的应允，你的子孙要足济。啊，过来第11节，上主的天使佫对伊讲：当你怀孕要生一个囝，就甲伊号名叫以实玛利。亚伯拉罕甲撒拉等一个囝，等10年啊，等无囝，因哈甲。上帝要互伊生一个囝，比亚伯拉罕佫较有福气呢。比亚伯拉罕佫较，亚伯拉罕当时才得到以撒呢，是14年后的代志。因为以实玛利出世的是伊86岁，所以伊100岁才生以撒，伊佫等14年呢。上帝互下甲即个奴隶查某人，互人欺负即个查某人，的祝福是马上呢。佫去天使甲下甲讲，上主听到你的苦情。你想下甲听到即句话是安怎想？伊想讲，伊一个奴隶，伫遐咧用欺负，伫遐咧用苦毒。无人伫要紧，伊毋知影要甲谁讲，上帝在看。即个天使讲，上帝要应允你遮个物件，你想讲无人伫关心你，伊拢在看。因为即款的应允呢，咱佫倒转来看第9节咯，倒转去你的主人遐。我伫想啦，我拄好讲，伫迄沙漠的所在，伊毋知要去佗，敢若知影伊爱去水边，若无伊念伊就死啊。总是水边你要住偌久？你要住偌久？你佫倒转去，你无爱去的所在，所以上帝要互咱福气吼，有时啊。伊会互咱拄着真大的艰苦，啊！你若毋愿受迄个苦，你若毋愿接受迄个挑战，迄个福气你得袂着。下家要转去啊，伊家己也决定，伫遮伊家己也决定，你要转去无？上帝应允，安尼，你要转去无？伊若无转去吼。有一日，伊是死伫迄个井边啊啦，一定的啦，要去对。伊有转去，因为即种的上尾啊讲，伊好生以实玛利出来。伊转去啊，虽蒙互伊的女主人苦毒，总是因毋敢对伊下毒手，为着迄个囡仔，因毋敢对伊下毒手。伊会当安然伫遐，互囡仔出世。我初中的时候，初2的款，读到一句孟子的话吼，我印象足深啦。我若伫讲做基督徒吼，耶十字架对耶稣吼，我常常用即句孟子的话。即句话，我想恁真侪人知影。
我想恁前，我毋免读啦，我北京话读起来，恁家己看就好啦。迄个意思是讲，天要降大责任是一个人，会互伊的身躯艰苦，会互伊真艰苦。迄是要训练伊，互伊会当有迄个气力，通去应付头前的挑战。哈甲所拄着的拄是安尼。耶稣甲咱讲，恁若要对我，就日日举恁的十字架来对我。老实讲，咱现代基督徒伫对耶稣举十字架吼，咱拢安尼讲啦。大半的人是望会当坐在冷门人的内底，吹冷气，来对耶稣啦。敢是安尼？我嘛共款啦。若有啥物互我不如意哦，我就无爱去甲恁做礼拜啊，安尼啦。敢是安尼？咱我牧会常常拄着即款内容呢。哈甲上帝甲伊讲，你搁倒转去，你等于因为你去遐，才有法度通接受上帝要互你的恩典。有听起来有时啊是真矛盾，总是事实是安尼。民主即句话，真正是安尼。圣经内底和上帝同样的人，拢总经过即款的。历史上咱所尊敬的遐伟人，嘛是逐个拢有经过即个过程。啊，过去第12节吼，第12节，咱若看到一个有新的太太的时候，啊，咱讲到美美的时候。你大概袂该讲即款话啦。天使拉下甲巴肚底一个囡仔吼，伊该讲啥啊？你即个囡仔吼，你即个囡仔会亲像野鹿，伊要攻击人，人嘛要攻击伊，伊要甲伊的兄弟做对头。这我毋知下甲听即句伊安怎听啦？这毋是足好的话呢？这是人不爱听的话，毋过讲出来。我甲恁讲哦，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去我找会到Google找会到的注解，去看这节圣经，大家是安怎解说？我甲你讲哦，我看足济哦，无一个我看讲这个解说我会当接受。我坦白甲恁讲。真正毋知要安怎讲，啊！我去想到啥，你知影？我去想到吼，这是对这个时阵开始，犹太人甲阿拉伯人的元首对这开始结，你知影无？你知影阿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甲以扫，雅各12个囝。12支派都是对遮来，这对犹太人的系统。以实玛利是阿伯拉罕甲夏甲外邦人生出来，毋是纯正的以色列人生出来，是有人传统上讲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。这病戏吼，已经有4-5千年呢。大笔的是嘛安尼战，到今仔日，以色列甲哈马斯即摆还搁在战，咱逐个拢在看，要安怎解决我毋知。即句话是安怎？天使会讲即句话，我毋知。总是这是人类历史的事实呢，这是人类历史的事实。我袂晓甲恁解说即节的意思。总是我敢若会当讲，我想来想去，可能你袂同意我即马讲的，袂要紧。我想吼，人无法度通解决人甲人中间的冤仇啦。逐个美国总统嘛讲，就台南讲，伊要互中东得到和平，无一个成功呢。毋是做公亲的人的问题，是事主的问题啦。
是安怎会安尼？我毋知。所以我感觉哦，咱着为着世界和平祈祷的理由伫遮啦。即边是上帝才有法度解决，咱无法度，咱嘛无迄个开力。但我要讲台湾的代志，我伫台湾经过迄个选举，结果咱大家拢知啦。结果咱大家拢知。老实讲，我嘛无真满意啦。哦，立法院长换迄个吼，我毋知过去台湾会安怎啦。真正的，总是吼，对咱的信仰，我看这项代志，我甲咱大家分享。我一直感觉上帝真正真恩待台湾，上帝真正真恩待台湾。我伫台湾的时候，我未记甲save起来，有一个外国人哦，在讲台湾的代志，伊甲台湾人讲哦 ，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。恁都爱感觉家己真强哦。伊讲世界所有的国家对极权选择民主，也是对民主选择极权嘛好啦。都反正政体变化吼，无一个国家无战争无流血。你甲看，大个国家都有，台湾无。有影呢，对蒋经国、李登辉安尼，安尼台湾变做这民主。无见台湾无做，烧骂真后烧骂啦，骂来骂去有啦，总是无真正流血。这是上帝真大的恩典呢。即摆的选举，我实在讲，蔡英文总统第一任的副总统，经陈建仁博士。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，伊为着台湾做足侪代志，年金的改革，无人无爱做的代志，伊捡起来做，做甲足好势。即摆还阁咧做行政院长，一个天主教徒信耶稣的啦，赖清德的副总统，牧师的查某囝，咱长老教会牧师的查某囝。你敢无感觉上帝真正疼台湾？4年前，伊选华人的立委无调的时，我嘛替伊足不平的。这华人人哪去经一个傅昆萁？总是你即摆我搁等你甲看，好佳在伊无调呢。伊若调，伊就跟落伫华人那顶。伊伫美国做大使所争取遐疫苗，迄无拄有人争取会到的呢。你活到等于看遮个吼，哈甲所拄着的苦痛，咱原来会拄着啦。我要讲的是，上帝真疼台湾啦，毋通袂记你为着台湾祈祷啦。拄啊，迄个12节，我讲迄边大戏啊，你嘛是交代上帝来的，咱会当创啥？我转来了吼，隔日，恁逐个新闻拢有看到，陈英兴医师甲过来的，伫遐伫超看会使立法院卖互迄个做的吼，伊有写一个。公开批出来，将迄阿嬷的经过拢有写，因安怎，当然柯文哲迄个好人安怎，迄不管。不过我即摆要讲的是陈英兴医师写迄张批，迄阿嬷甲伊做伙5礼拜先生，我毋捌伊，我剩的3个我拢捌的。林玉明医师是劳动教会长老，即摆已经退休啊。5福长老的囝婿，杨黄美信是台南的基督徒，啊，甲陈英兴嘛是基督徒，
因三个真拍拼。迄张批陈永兴医师到上尾啊，伊讲11点外伊爱困啊，到明仔载的代志就去投票啊，超袂好势。伊安尼写，伊讲我们已经尽力过去交托上帝，期待望上帝照顾台湾。到尾，伊嘛是将这个交代上帝。因为真正呢，台湾的将来咱无法度控制，无人有法度。总是伫过去台湾的历史来看，上帝真正疼台湾，所以咱爱替台湾祈祷啦。咱爱替台湾祈祷。过去第13站甲14站吼，老实讲，我咧准备的时，我准备要甲跳过。总是我尾啊，感觉这两节是迄个下家的信仰的体验。这咱有法度，咱原来有法度，咱若信靠上帝，咱原来会当亲像伊安尼得到上帝对上帝迄个，甲上帝伫照顾咱迄个，我较定会讲吼，这是新约的吼，下家称呼迄位对伊讲话的上主，就是称呼上帝，讲哦，你是这个上帝是看顾的上帝，看顾伊的上帝。伊伫水边，伊想讲伊互人欺负，拢总无人知，这个上帝竟然知。所以伊讲哦，我看见上帝。我竟然了活地，因的信仰是看到上帝的人会死去啦，总是伊还阁活咧。所以伊互迄个古井的名，拄啊，迄个数学有问我讲这要安怎读，迄无要紧啦。我甲恁讲，即个比尼拉海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迄是希伯来文吼。伫新约的圣经的下骹有一个注解，这几字的意思就是讲看顾的上帝。伊讲吼，看顾我的永活的上帝，有迄个注解讲，这个意思就是看顾我的永活上帝的证，看顾我的永活的上帝的证。我有去找迄个。Eugene Peterson 的翻译，讲英语的，伊翻了足水的，伊翻了英语翻了足水的。我不然大家做伙看，真简单的英语吼，有无？哦，伊讲吼 ，She answered God by name， 伊就叫上帝名 ，praying to the God who spoke to her， 伊对。甲伊讲话，迄个上帝讲话啦，吼，祈祷，吼，伊甲上帝讲 ，You are the God who sees me， 你是看到我迄个上，你是看到我的上帝。过去咱台湾话翻译讲，伊讲我看到上帝，我竟然还阁活地，我拄好讲啊，伊讲即句话 ，Eugene Peterson 用英语足水的，伊拢用过去式，伊讲。Yes, he saw me, and then I saw him. 这是下家无死去，伊看到上帝了，伊无死去，伊用过去式。过去式讲的是活的人在讲过去的代志嘛，对无？所以 Eugene Peterson， 我感觉伊这英语用了足爽。伊讲伊看到我，我看到伊，这是过去。伊活伫遐讲即句话，就是伊无死啊。这真水的英语吼，伊讲吼，伊互迄个证的名吼，我说 God alive sees me， 我看顾我的上帝的证，伊迄个我看到我的上帝变做形容词，迄个证的名就是这个名，因为我
伫即个新年头旧年尾，这毋是我拄啊讲台湾的代志，这是个人甲上帝关系嘛是会当一个，下甲个人甲上帝，咱看咱的国家、咱的民族的过去，上帝安怎恩待咱，咱应该有哪会当甲下甲共款，这个上帝是活活有看顾咱的上帝，咱来三个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这个故事、下家的故事、真悲惨的故事，总是你的应允、你的保守、你的看顾，甲伊三甲伫地。阮恳求你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体验你是即款的上帝。阮也为着阮的故乡台湾伫你的面前祈祷。阮感谢你过去的保守。你伫拄好时准备拄好的人来领导，互阮的故乡平安。阮也将阮过未来日子交代伫主你的手中。阮所选出来的总统、副总统，甲所有的官员，头前的路站真坎坷，阮知影。阮恳求你赏赐因智慧，愿阮拢会晓仰望你，祈祷。奉耶稣的名。